教會係點樣組織嘅呢？按照天主嘅規定，喺教會裏邊有聖職人員，亦即係話主教、司鐸同埋執事。喺法典裏邊呢，佢哋亦都被稱之為有神職者。其他嘅信徒就被稱為平信徒。從神職同埋平信徒之中，又有一啲信徒，佢哋遵從咗福音勸喻，用特別嘅方式奉獻自己俾天主，使到教會嘅救恩使命蓬勃發展。呢啲人就被稱之為修會會士啦。教會有冇一個可見嘅基礎啊？有㗎，天主立咗聖伯鐸作為佢嘅教會嘅可見基礎，將鎖匙交付咗俾佢。羅馬教會嘅主教即係教宗，就係聖伯鐸嘅繼承人。佢係世界主教團嘅首領，亦都係基督嘅地上代權人，同埋普世教會嘅牧人。教宗又被授予乜嘢權力呢？按照天主嘅規定，授予教宗嘅權力係至高嘅、完備嘅、直接嘅同埋普遍嘅。呢一切係為咗人靈嘅好處。當教宗用欽定嘅方式宣布一項同信仰或者係道德有關嘅道理嘅時候，佢就擁有不能錯嘅特權啦。主教係咩人嚟㗎？主教係聖神建立嘅宗徒們嘅繼承人。每一位主教係佢嘅教區或者係個別教會嘅可見根源同埋合一嘅基礎。咁主教嘅職務又係乜嘢呢？主教由佢哋嘅合作者、司鐸們同埋執事們嘅協助所擔任嘅職責係教導純正嘅信仰、慶祝敬天禮，特別係感恩祭，以好牧人嘅身份領導教會，同教宗，並且喺教宗之下為全球所有嘅教會操心，亦都係主教職責嘅一部分。咁平信徒嘅職務又係乜嘢呢？平信徒嘅聖召係活喺世上，並且喺俗世嘅事務上邊，用酵母嘅方式執行佢哋嘅信徒工作。咁樣係實現天主向一切受過洗嘅人所作嘅召叫，就係走向聖德啦。修會會士係啲咩人嚟㗎？佢哋係一啲公開宣誓要遵從福音勸喻，即係貧窮、貞潔、服從呢三個願嘅人，而佢哋嘅固定生活係需要有教會嘅批准嘅。男女會士嘅特徵係乜嘢啊？會士們用最大嘅愛去愛天主，將自己交付俾天主。佢哋喺領洗嘅時候，本來就係已經歸於天主㗎喇。而家喺奉獻生活嘅身份上邊，更加親密咁樣投入去侍奉天主，係一種為整個教會嘅好處而奉獻自己嘅生活。諸聖相通係指乜嘢啊？呢個講法主要係指神聖事物，特別係聖體，因為呢個相通，信友們嘅合一同埋組成一個基督身體，先至可以得以產生，得以表達。同時亦都係指聖人們嘅共融。換句說話講，每個人喺基督之內，並為基督所做嘅事同埋所受嘅苦，佢嘅成果為所有人分享。諸聖相通係咪淨係涉及生活喺呢個世界上面嘅人咋？唔係，我哋相信所有嘅信徒喺基督內嘅共融，嗰啲喺此世旅行嘅，嗰啲喺煉淨自己嘅，同埋嗰一啲喺天上享福嘅，呢啲所有嘅人共同形成一個唯一嘅教會。我哋深信喺呢個共融當中，天主同埋佢諸聖嘅充滿仁慈嘅愛會不斷俯聽我哋嘅祈禱。喺救援嘅大業上邊，童貞瑪利亞有咩角色啊？至聖瑪利亞喺領報嘅時候講出咗成就於我吧，佢同意咗降生成人嘅奧蹟，從此
佢就同佢嘅兒子所要完成嘅一切事業合作啦。凡係耶穌擔任救主同埋奧體首領嘅地方呢，瑪利亞就會擔任母親。童貞瑪利亞點樣結束咗佢喺塵世嘅生活呢？至聖童貞瑪利亞喺佢走完佢嘅塵世旅途之後，靈魂同埋肉身一齊被提升到天上嘅光榮之中。喺嗰一度，佢分享佢兒子復活嘅光榮，佢比所有耶穌奧體嘅其他肢體嘅復活領先咗一步。喺天上嘅榮福童貞瑪利亞仲關唔關心我哋㗎？我哋相信至聖天主之母新厄娃教會之母喺天上對基督嘅肢體會繼續盡佢嘅母職。我信罪過的赦免。點解信經喺呢度講罪嘅赦免呢？因為信經要將赦罪同埋宣認聖神嘅信仰連結起嚟，而事實上，當復活嘅基督賜俾宗徒們聖神嘅時候，就已經將赦罪嘅權柄交咗俾佢哋啦。我哋點樣先至得到罪赦啊？主要係經過洗禮，洗禮將我哋同死而復活嘅基督連成一體，並且賜俾我哋聖神。除咗洗禮之外，有冇其他可以得到罪赦嘅方式呢？按照基督嘅意願，教會有權柄赦免領過洗嘅人所犯嘅罪。教會係藉住主教同埋司鐸嚟到施行呢一個權力，一般係喺和好聖事之中。我信肉身的復活。教會有冇低估到物質界呢？絕對冇。肉體係救恩嘅樞紐。我哋相信天主係肉體嘅創造者，信聖言成為咗肉體，為咗贖回肉體，信肉身嘅復活、肉體創造同埋救贖嘅完成。我哋會死嘅肉身將來會有乜嘢命運啊？死嘅時候，靈魂同埋肉身會分離，但係喺復活嘅時候，天主將會俾我哋已經改變並且重新與靈魂結合嘅身體，一個不朽嘅生命，就好似基督復活咗並且常常生活着，我哋所有嘅人亦都要咁樣喺末日復活起嚟。復活咗嘅身體跟而家嘅身體一唔一樣㗎？我哋相信嘅係，而家我哋所有嘅呢一個身體將要復活，但係播種嘅係一個可以腐朽嘅身體，而復活起嚟嘅呢，卻係一個不朽嘅身體，亦都可以話係一個屬靈嘅身體。點解我哋要經過死亡呢？人應該承受肉體嘅死亡係原罪嘅後果。如果人冇犯罪，可能就唔使死啦。死亡為基督徒嚟講有咩意義呢？感謝基督，基督徒嘅死亡有一層積極嘅意義。耶穌嘅服從將死亡嘅詛咒變成咗祝福。聖保祿宗徒話過：為我生活原是基督，死亡就係利益啦。聖女小德蘭就話：我不是死，而是進入生命。我哋點樣去準備面對死亡呢？教會鼓勵我哋為我哋嘅死亡時刻作準備。聖人禱文有講過：主救我們脫免失死，祈求天主之母為我哋轉禱，就好似喺聖母經裏邊，我哋會話：現在和我們臨終時，並且將自己託付俾聖若瑟，善終嘅主保。我信永恆的生命。人一死，即刻發生乜嘢事啊？每個人喺佢死去嗰一刻，就喺生者同埋死者嘅判官基督所執行嘅私審判裏邊，為佢不死嘅靈魂領受適當嘅永遠報酬。死亡
點樣被打敗呢？我哋相信所有喺基督恩寵之內死去者嘅靈魂，從而家開始已經喺死域嘅嗰一邊組成天主嘅子民。喺復活嗰一日，當呢一啲靈魂同自己嘅身體重新合一嘅時候，死亡就決定性咁樣被克服咗啦。而家喺天堂上面嘅靈魂，佢哋做啲乜嘢呢？我哋相信喺天堂上同耶穌同埋瑪利亞聚集喺一齊嘅靈魂，形成天上嘅教會。佢哋喺嗰度享永福，睇到天主嘅本來面貌。喺嗰度，佢哋亦都按唔同嘅等級，同聖天使聯合參與基督對萬物嘅統治，為我哋轉禱，並且藉住佢哋手足嘅關懷，輔助我哋嘅軟弱。嗰啲未曾得到煉淨自己嘅人，死咗之後又點樣呢？嗰啲死喺恩寵同埋天主友誼之中嘅人，雖然仲未係完全煉淨，對自己嘅永遠得救已經有保證啊，但係死咗之後仲需要加以煉淨，好使到能夠為咗進入天主嘅福樂而有需要嘅聖德。教會為呢啲靈魂會做啲乜嘢啊？憑住諸聖相通嘅道理，教會將煉獄之中嘅靈魂託付俾天主嘅慈愛，並為佢哋代禱，特別係奉獻感恩聖祭。教會亦都講地獄㗎。隨住基督講永火嘅先例，教會警告信徒要避免永死嘅悲慘同埋痛苦嘅事實。而永死呢，就係地獄啦。咁地獄嘅主要痛苦係乜嘢呢？地獄嘅主要痛苦係在於永遠同天主分離，而事實上只有喺天主嗰度，人先至能夠有生命同埋幸福。人係為咗咁而受造嘅，而人亦都渴望有生命同埋幸福。喺歷史結束嘅時候，人復活咗，再出現喺基督嘅審判台前啊！教會相信並且堅決咁樣宣認，喺公審判嘅日子，所有嘅人同佢哋嘅身體都要出現喺基督嘅法庭之前，為自己嘅行為交賬。萬物嘅收場係點樣㗎？時間終結嗰陣，天主嘅國將會達到圓滿。嗰陣時，義人們用光榮嘅靈魂同埋肉身，要同基督永遠為王，而整個物質世界亦都要改變。天主將會係永恆生命之中萬物之中嘅萬有。卷2，慶祝基督的奧蹟。卷2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討論聖事嘅救恩計劃，而第二部分係講教會嘅7件聖事。第一部分，聖事的救恩計劃。聖事係乜嘢啊？聖事係聖寵嘅有效標記，由耶穌基督建立，交託俾教會，藉住咁樣分施擴展天主嘅生命。聖事嘅有形禮儀，表示並且實現每一件聖事嘅特有恩寵，帶俾有適當準備而領受嘅人效果。點解話信德嘅聖事呢？因為聖事係以信德嚟到做基礎嘅，但係亦都以語言同埋禮儀幫助，
強化並且表達信德。為咗得救，聖事係必定需要㗎。係啊，教會肯定咁樣講，新約聖事對信友得救係必須嘅。乜嘢係聖事嘅恩寵啊？係由基督賞賜嘅聖神恩寵咁解。每件聖事都有自己嘅特殊恩寵。咁喺乜嘢情況之下嚟到舉行聖事呢？係喺教會嘅禮儀之中嚟舉行聖事嘅。乜嘢係禮儀呢？禮儀係教會嘅公開敬禮，係整個基督頭同埋身體嘅工作。我哋嘅最高司祭皆同天主聖母、諸位天使聖人同埋所有進入天國嘅群眾，永不間斷咁樣慶祝舉行天上嘅禮儀。邊個係地上禮儀嘅舉行人啊？係整個聚會喺度舉行禮儀，整個嘅基督奧體都有領洗時候所得嘅司祭職，但係亦都有一啲信友因為領受咗聖迭聖事而成為咗奧體嘅頭，基督嘅代表。主嘅日子又係指乜嘢呢？主嘅日子就係主日，主耶穌復活嘅日子，係舉行禮儀集會同埋感恩祭嘅特別日子，係基督信友嘅家庭日，亦都係歡樂休假嘅一日。佢係整個禮儀年嘅基礎同埋核心，就好似每個禮拜都舉行嘅逾越節一樣啦。禮儀年又係指乜嘢呢？禮儀年係教會慶祝基督奧蹟嘅周年節期，自受孕誕生直到復活升天、聖神降臨，並且欣然期待主嘅再臨為止。第二部分，教會的7件聖事。教會嘅聖事有幾多件啊？又係乜嘢呢？教會或者係新約嘅聖事有7件，都係耶穌基督所建立嘅。而呢7件就係聖洗、堅振、聖體、懺悔或者係和好、病人傅油、聖迭同埋婚姻。7件聖事能唔能夠再歸類咁分開呢？可以分為教友入門聖事，即係聖洗、堅振同埋聖體；治癒聖事，即係懺悔同埋病人傅油；仲有最後嘅團體服務同埋信友使命聖事，亦即係聖迭同埋婚姻啦。第一章。基督徒入門聖事。聖洗聖事。基督徒入門係點樣進行嘅呢？基督徒入門係通過3件聖事嚟到進行嘅。聖洗係新生命嘅開始，堅振係為呢個生命嘅強化而施行嘅，聖體就係藉住基督嘅體血營養基督嘅門徒，使到佢哋同化於基督。聖洗點解係咁重要呢？因為聖洗使人哋喺基督之內得到新生。按照主基督嘅意思，聖洗對於得救嚟講係必須嘅，就好似教會係必須咁。洗禮使我哋加入教會。洗禮嘅主要禮儀係乜嘢啊？洗禮嘅主要禮儀係受洗者3次浸入水中，或者係3次倒水喺頭上邊，同時會講某某，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你付洗。洗禮有乜嘢效果啊？洗禮嘅效果或者係洗禮嘅恩寵係相當豐富嘅，赦免原罪同埋一切嘅本罪，獲得新生命，
使人成為天主嘅義子，基督嘅肢體，聖神嘅宮殿。因為咁樣，受洗者就加入教會，加入基督嘅身體，分享基督嘅司祭職啦。聖洗亦都俾人唔能夠磨滅嘅印記，係咪啊？聖洗喺人嘅靈魂上邊落上一個唔能夠磨滅嘅神聖印記，使到受洗者祝成為基督宗教敬禮嘅人。因為有呢一個嘅烙印，洗禮就唔能夠再領㗎啦。冇洗禮亦都可以得救嗎？嗰啲為信仰而死嘅人、慕道者同埋一切雖然唔認識教會，但係喺聖寵推動之下，真誠追求天主，並且努力履行天主旨意嘅人呢，雖然冇受到洗，但係都可以得救。可唔可以俾嬰兒付洗呢？自古以嚟就俾嬰兒付洗㗎，因為洗禮係天主嘅恩惠同埋禮品，並唔要求人嘅功勞。而嬰兒係喺教會嘅信德之內受洗，而且進入基督嘅生命就係引進真正嘅自由。對於嗰啲冇接受到洗禮就死去嘅嬰兒，我哋應該點樣諗呢？其實教會禮儀已經邀請我哋要信靠天主嘅仁慈，並且為佢哋嘅得救而祈禱。邊個可以付洗呢？喺必要嘅時候，任何人都可以施洗，只要係有意行教會之所行就得啦。堅振聖事，堅振係乜嘢啊？堅振係使洗禮恩寵達到完美嘅聖事，佢賜俾人聖神，使人哋更深於天主子女嘅精神，更加堅定咁樣參與基督嘅奧體，並且使我哋同教會聯繫得更加密切，更加負起教會嘅使命，幫我哋以言以行為基督嘅信仰而作證。堅振亦都俾人唔能夠磨滅嘅印記，係咪啊？係啊，就好似洗禮咁樣，堅振亦都喺信友嘅靈魂上邊落下咗神聖嘅標誌，或者係不滅嘅印記。因為咁樣，一生之中亦都只能夠領受一次堅振。咁乜嘢時候可以行堅振呢？喺拉丁教會裏邊，一般係喺到達能夠運用理智嘅年齡嘅時候，就能夠行堅振㗎喇。咁邊個可以付堅振呢？正常嘅情形下，應該係主教，用意呢係為咗表明呢一個聖事係鞏固教會嘅聯繫。點樣領堅振啊？到達理智年齡嘅堅振候選者，應該宣示信仰，喺寵愛之中生活，有領此聖事嘅意願，喺教會團體並且喺俗世職務上邊肩負起作基督門徒、為基督作證嘅角色。堅振嘅主要禮儀係乜嘢呢？堅振嘅主要禮儀係以堅振聖油塗抹受過洗者嘅前額，主禮者同時會覆手，並且會講：請藉呢個印記領受天恩聖神。點樣嚟表示堅振同埋洗禮嘅關係呢？堅振同埋洗禮分開舉行嗰陣，兩者之間嘅關聯係以重發洗禮誓願嚟到表達嘅，而且喺彌撒之中付堅振，亦都係為咗強調同教友入門聖事嘅合一。聖體聖事，聖體聖事有冇其他嘅名稱啊？有㗎，呢件聖事由於內涵非常豐富，所以亦都有不同嘅名稱，譬如話感恩祭、主嘅晚餐、分餅禮、感恩集會、紀念、聖祭、神聖嘅禮儀、領聖體、神聖嘅彌撒等等。點樣舉行感恩祭呢？舉行感恩祭通常會有宣讀天主聖言，即係讀經，感謝天父嘅恩惠，尤其係佢賜下聖子之恩，祝聖餅酒，
藉住領主嘅體血，至少主祭，參與祭宴，呢一啲要素就共同組成唯一而同一嘅敬禮行為。咁聖體重唔重要㗎？聖體聖事係教會生命嘅心臟同埋頂峰嚟嘅，因為喺聖體之中，基督將佢嘅教會同埋佢嘅所有肢體聯合喺佢十字架上嘅讚美感恩之祭，一次而又永久咁樣呈獻於天父，並且藉住呢一個祭獻，將救恩傾注喺佢嘅肢體教會身上。聖體聖事同埋基督嘅逾越之間有咩關係呢？聖體聖事係基督逾越嘅紀念，亦即係藉住禮儀行為，將基督因為生活、死亡、復活所完成嘅救贖工程重現出嚟。係邊個奉獻感恩祭啊？係基督佢自己，新約嘅永恆大司祭，通過司鐸奉獻感恩祭，同時亦都係基督佢自己真實親臨於餅酒刑下，作為呢一個祭獻嘅禮品。咁邊個能夠成聖體呢？只有有效祝聖過嘅司鐸先至能夠主持感恩祭禮嘅，並且佢哋會祝聖餅酒，使佢成為主嘅體血。乜嘢係舉行感恩祭嘅主要標記呢？舉行感恩祭嘅主要標記就係麥麵餅同埋葡萄酒。神父呼求聖神祝福呢啲標記，並對佢哋話耶穌最後晚餐所說過嘅一啲祝聖說話，這就是我的身體，將為你們而犧牲，呢一杯就係我嘅血。喺成聖體嘅時候，有乜嘢事發生呢？通過祝聖，餅同埋酒會變成基督嘅體同埋血，活生生咁樣光榮耶穌基督自己，同佢嘅體同埋血、靈魂同埋天主性，亦即係真正實在同埋本質咁樣親臨於祝聖過嘅餅酒刑下。感恩祭禮淨係為讚美同埋感恩咋？唔係，奉獻感恩祭亦都係為賠補生者同埋亡者嘅罪過，並且向天主祈求屬靈同埋屬世嘅恩惠。為咗相稱咁樣領受聖體，有乜嘢條件呢？願意領受基督聖體嘅人，應該處於寵愛狀態之下。明知有死罪嘅人係唔應該領聖體嘅，除非先領咗和好聖事，得到赦免啊！相稱咁樣領受聖體有乜嘢效果啊？相稱咁樣領受聖體嘅人，基督嘅體血會使佢與主共融，赦免小罪，預防重罪或者係死罪。因為領聖體會加強人同埋基督之愛嘅聯繫，故此領呢個聖事亦都會強化人同埋教會，即係基督奧體之間嘅合一。咩時候可以領聖體呢？教會熱切叮嚀信友係要準備好，每次參與感恩祭都要領聖體。如果唔係，至少每年領聖體一次，都係佢哋嘅義務。可唔可以朝拜至聖聖體㗎？基督自己既然親臨於聖體之中，就必須以朝拜之禮去榮耀佢啦。拜望聖體係對主基督之恩嘅表現，亦都係愛嘅記號，環報嘅義務。喺感恩祭同埋永生之間有乜嘢關係呢？因為基督從呢個塵世回歸到天父身邊，就喺感恩祭之中俾咗我哋將來喺佢嗰度可以享受到光榮嘅保證。咁樣參與聖祭就能夠使我哋同佢嘅心合而為一，喺呢個塵世嘅旅程之中加強我哋嘅力量，使我哋渴慕永生，同埋天上嘅教會、童貞聖母同埋全體聖人結合為一。
第2章，治癒的聖事。懺悔與和好聖事。領洗之後犯咗罪，點樣先至可以得到赦免啊？為咗赦免領洗之後所犯嘅罪過，應該通過特別嘅聖事，亦即係所謂嘅懺悔聖事、告解聖事、賠補聖事或者係和好聖事啦。咁耶穌喺乜嘢時候講過呢件聖事呢？喺復活節嗰一個晚上，主耶穌顯現俾佢嘅門徒咁樣話：你哋領受聖神啊！你哋赦免邊一個嘅罪，誰嘅罪就會得到赦免㗎啦。你哋唔赦免邊一個嘅罪，嗰一個嘅罪就唔會得到赦免。點解罪係咁大嘅惡呢？犯罪傷害咗天主嘅尊榮同埋佢嘅愛，傷害咗自己蒙召為天主子女嘅尊嚴，亦都傷害咗教會屬靈嘅健康。對於呢個教會，每位基督徒原來都應該作為活石先至啱。有冇比罪更大嘅惡㗎？從信德嘅角度睇，冇比罪更大嘅惡，亦都冇能夠比罪帶俾人、帶俾罪人本身、帶俾教會，甚至係帶俾整個世界更加壞嘅後果。犯罪之後再歸向天主，單單靠人嘅力量就能夠做到啦咩？犯罪喪失咗同天主嘅共融，再與天主重修舊好，就係來自天主恩寵嘅工作啦。天主係富於仁慈，渴望人得救嘅。我哋應該為自己，同時亦都應該為其他人祈求呢一個寶貴嘅恩惠。歸向天主包括啲乜嘢啊？歸向天主就係叫做回頭或者係懺悔，含有嘅意思就係對所犯罪過嘅痛心與排斥，堅心決志以後唔再犯罪。所以回頭關係過去同埋未來，渴望天主嘅仁慈係佢嘅營養。構成和好聖事嘅要素係乜嘢啊？和好聖事嘅完成含有悔改者嘅3個行動同埋神父嘅赦免。悔罪者嘅行為就係痛悔、告明，即係將罪向神父表明，同埋立志完成補贖嘅事工。痛悔嘅動機應該係乜嘢啊？痛悔亦即係懺悔，應該係出自信德提供嘅動機。如果嚟自對天主嘅愛，懺悔就會稱為完善嘅啦，亦即係上等痛悔。如果係嚟自其他嘅動機嘅話呢，懺悔就會係不完善，亦即係話下等痛悔啦。犯咗死罪，能唔能夠即刻得到赦免啊？犯咗死罪，發完善嘅懺悔，並且定志盡可能去領和好聖事嘅話，就能夠立刻得到赦免。但係未領和好聖事之前呢，係唔能夠領聖體嘅。犯咗乜嘢罪應該領受和好聖事啊？為咗同天主同埋教會和好，應該向神父告明一切尚未告過嘅，並且喺用心省察之後，仲記得嘅重罪都要告明噶。告小罪雖然係唔需要，但係教會呢依然都係熱切叮囑。點解一定要作補贖呢？神父要告罪嘅人做一啲補贖，係為咗賠補罪惡所造成嘅傷害，並且重建基督門徒應該有嘅態度。任何一個神父都可以赦罪噶？除咗特別嘅情況之外，只有從教會獲得赦罪權嘅神父，先至能夠有效咁樣赦免罪過嘅。和好聖事嘅神效係乜嘢啊？神效有好多嘅，譬如話同天主重修舊好啦，因此重獲寵愛啦，同教會和好啦，赦免因為重罪應該受嘅永罰，赦免罪惡嘅後果所招致嘅至少部分嘅暫罰啦，獲得心靈嘅平安、寧靜同埋安慰，增強神力，從事基督徒嘅戰鬥等等。唔領受和好聖事，
可唔可以得到重罪嘅赦免啊？唔可以。為咗同天主同埋教會重修舊好，個別並且完整咁樣告明重罪係唯一嘅正常方法。大赦係乜嘢啊？大赦就係喺天主之前赦免已經蒙寬恕之罪嘅暫罰。信友為咗爭得大赦，應該適當準備，完成規定嘅條件，並且通過教會嘅參與。教會則如救恩嘅管理人咁樣，分施並且應用基督同埋諸聖嘅補贖寶藏。大赦有部分嘅，亦都有全部嘅，就要視乎其救人免卻嘅部分或者係全部嘅暫罰而定。大赦亦都可以應用於亡者嘅。病人傅油。關於病人傅油，聖經上面講過啲乜嘢啊？聖雅各伯宗徒曾經講過：你哋中間有患病嘅人嗎？佢應該請教會嘅長老嚟，佢哋應該為佢祈禱，因主嘅名給佢傅油。出自信德嘅祈禱必定能夠拯救呢個病人，主亦都會使佢起嚟，而且如果佢犯咗罪嘅話，亦都會得到赦免。病人傅油嘅目的又係乜嘢呢？病人傅油嘅目的係為咗俾重病或者係年老所困擾嘅基督徒一種特別嘅恩寵。咁幾時先至係領受病人傅油聖事嘅適當時機呢？當信友因為疾病或者係年老而開始有死亡嘅危險時候，就可以領受㗎喇。咁病人傅油可以領幾多次啊？教友每次患重病都能夠領受傅油嘅。同樣，領過傅油之後，病情更嚴重嘅話，仲可以再領嘅。喺教會裏邊，邊個能夠為病人傅油呢？只有司鐸，即係神父同埋主教先至可以。聖油係用主教所祝聖過嗰一啲，有必要嘅時候，用神父自己所祝聖嘅聖油都可以。呢件聖事嘅主要禮儀係乜嘢啊？呢件聖事嘅主要禮儀係喺病人嘅額頭上邊同埋雙手上邊傅油，同時神父亦都會念規定嘅經文，求呢一個聖事嘅特別恩寵。病人傅油嘅特別恩寵係乜嘢啊？病人傅油嘅效能係使到病人為咗個人同埋整個教會嘅益處，將自己同基督嘅苦難結合，獲得慰藉、平安同埋堅毅，並且用基督精神去忍受疾病或者係老年嘅痛苦。如果唔能夠領和好聖事，亦都能夠得到罪過嘅赦免。假如為靈魂嘅得救有益，亦都會康復，並且會走向永生而作好準備。